你有冇試過明明今年流年冇犯太歲，工作又搏晒老眉，甚至連好睇都未停過，但啲錢就為咗手嚟有手去煮極都煮唔到？又或者每當你個銀行戶口光孔有少少起色，你身邊總係會有啲無妄之災發生，一係屋企電器連環倍，一係駕車突然要大修，又或者屋企人突然要你嘔筆錢出嚟應急，硬係要將你筆積蓄清零先至安樂。好多舊客走嚟揾我睇風水，係頭第一句就問師傅，你幫我睇下我間屋係咪漏財？又或者灰心到極點咁暈，懷疑自己條命生成係破財擋吉，仲有定發唔到迷。但係我睇過無數風水殘局，亦都幫過無數陷入低谷嘅香港人堪虞之後，我要同你講一個好邪好嘅真相，真正令你破財同黑仔嘅，根本唔係流年不利，而係你身邊隱藏住嘅借運人，正喺度慢慢吸乾你嘅氣場。好多人以為㗎，只係屋企個財位擺支開過光嘅貔貅，或者請個大師擺個聚寶盤就可以鎮住啲財氣，但風水師從來唔會咁㗎。風水從來都唔係死物嘅堆砌。如果你身邊一直有人不停咁扯走你嘅能量，你擺幾多風水陣都係徒勞無功。而係我哋一直信錯咗，以為搞好個環境，睇好個八字就夠，卻忽略咗人先係最大嘅風水破配隻。就好似一個穿咗個大窿嘅水桶，你裝啲多菜水入去，最後都會流清光。風水古籍藏經有云：氣成風則殺，介水則止。呢句古語其實係講天地間嘅氣場就好似水流咁，遇到邊界先會停低聚攏。如果冇設防，一陣風吹過就會散晒。呢個就係當你嘅人際邊界模糊，你唔識得拒絕嗰啲消耗你嘅人，你嘅好運同財氣就會好似失去紡線嘅氣場咁，被人輕易扯散，甚至據為己有。幾百年前清朝嘅晚清名臣唐國藩，早年喺京城做官嘅時候，就實實在在咁中過呢個氣場污跡嘅風水局。嗰陣時嘅陳國藩雖然考到功名，但係窮到窿，甚至連過年都要靠自己錢度日，仕途亦都停滯不前。點解一個後來奇傾天下嘅大人物，當年會搞到咁折墮？因為佢當時身邊圍住班所謂的同鄉兄弟。嗰段日子，陳國藩住喺京城嘅會館，環境本身已經壓抑，佢身邊有幾個同鄉，日日上門呻窮，怨天尤人，又或者拉佢去飲酒作樂，無所事事。每一次聚會之後，陳國藩喺日記入面都記載自己覺得極其疲憊，心神不處，甚至無端端染上小病。佢嘅財運更係一落千丈，因為呢班同鄉收日攤大手板問佢借錢，搞到佢借落一身債，連自己嘅生活都成問題。後來陳國藩突然醒覺，原來提出喺呢度，呢班人就係佢生命中嘅借運人，佢哋帶住極重嘅負能量同聯繫，強行撕破咗陳國藩原本清正向上嘅氣場。每一次同情，每一次借錢，每一次附和佢哋嘅抱怨，都係陳國藩將自己嘅勇氣同官運無形中過戶俾呢班人。陳國藩痛下決心，搬出原本嘅圈子，寫下立志不忘交嘅戒律，徹底斬斷同呢班人嘅連結。當佢將自己嘅氣場邊界鎖死，拒絕再做別人嘅情緒同金錢提款機，佢嘅運勢立刻觸底反彈，最終氣場大開，成就了一代名紳嘅大業。幾百年之後，規律依然冇變，就好似你間屋入面，明明冷氣開到最大，但係大門同窗戶全部打開晒，你不停交昂貴嘅電費，但間屋永遠都唔會亮。你身邊嗰啲借運人，在嗰啲打開咗嘅門窗，就好似你公司嗰個成日放負嘅同事，又或者家族群組入面嗰個長期攤大手板，諸事不順嘅表哥。你每一次附和佢哋嘅唉聲嘆氣，每一次借錢俾佢哋應難關，其實就喺自己嘅氣場度鑿開一個大窿，任由你辛苦積聚嘅財氣流出去。你以為你係幫緊人，其實你係用自己嘅好運去填補佢哋生命中嘅黑洞。其實從風水玄學嘅底層邏輯去拆解，呢個現象非常清晰。人際能量場交匯，弱勢衰氣吞噬強勢有利，導致個人財富穿底，流年低迷。人與人之間嘅交往本質上就係氣場嘅交換同博弈。當你同一個帶有極強破敗氣或者衰氣嘅人品神接觸，如果你嘅界線，即係你嘅心理底線同物理防線唔夠堅固，你原本平穩向上嘅氣場就會被強行拉低。玄學上，錢財係屬流動嘅陽氣，當你嘅陽氣被削弱，最直接反映喺你現實命運上嘅
就係無端端破財同埋諸事不順，唔係你命唔好，係你太好人，好到連自己嘅財運都拱手讓人。記住無底線，容忍者運人唔係積福，係自毀命脈。喺到呢度，你可能會諗師傅，呢啲借運人咁黑人憎，肯定好容易認出嚟啦。我避開佢咪得喎。但係呢度有一個咁隱秘嘅真相，係大多數風水師都唔會主動話你知嘅。如果我話你知，第一重最常見嘅借運人，可能就做咗你公事嘅隔之位，又或者就係你隔之屋個師奶，而你日日都毫無防備咁同佢傾偈，甚至覺得佢好殘好可憐。佢哋到底係點樣係不知不覺㗎偷走你嘅陽氣？你有冇試過明明朝早起身精神奕奕，飲完杯靚茶準備沖刺，返到公司一坐低，隔之位個同事或者上司口罵你，無端端就嘆一口長氣，然後開始喋喋不休咁講佢屋企啲煩心事，仔女唔聽話，投資又損手。你聽完之後，頓時覺得成個人好似泄咗氣嘅脾臟咁，由外到外沾滿一陣殺唔走嘅疲倦。你以為呢啲只係普通嘅職場壓力，又或者只係都市人精神嘅情緒發洩，但真相係每一次你接收呢啲毫無節制嘅負能量，你個人氣場嘅防護罩就被人狠狠咁撕走咗一個。我成日同客人講，同情心泛濫係破財嘅開始，嗰啲成日帶住負能量同你訴苦嘅人，正喺度偷走你個陽氣。好多人以為做人要有同理心，大家一掌同事或者親戚，聽人生兩句，安慰下對方，當係做善事積福。香港人成日講幫得就幫，好心又好報，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㗎。原來我哋一直信錯咗，以為做個冇底線嘅聆聽者係一重美德。其實喺玄學世界入面，氣場係守恆嘅，你單向去接收別人嘅垃圾情緒，等同於向似風敞開你嘅命門。呢種所謂嘅善心，分分鐘係自斷財運嘅毒藥。因為當你去共情一個運勢極低嘅人嗰陣，你其實係用緊自己身上積累嘅好運，去填補佢命理上嘅黑洞。而家就喺香港，我哋每日生活嘅石屎森林入面，呢種氣場魔蝶每日都上演緊。我有一個舊客阿明，係觀塘一間由舊式工廈改建嘅無業公司做中層。阿明八支屬木，本身正印生身，性格敦厚老實，平時喺公司人緣極好。2年前，佢部門嚟咗個新同事，我哋暫且叫佢阿衰。阿衰就係典型嘅第一重借運人，嘆氣精，同時亦兼備第二重借運人嘅特質，賣慘喎。講起嘆氣精，中國有句古語叫一提窮三厘。嘆氣呢個動作喺玄學上係一重極速泄氣嘅表現，會將體內積聚嘅陽氣同財氣一呼而盡。阿衰入返工如鬆口比，一坐低就係連環搶題。佢最拿手嘅好戲，就係賣慘認老公唔生性，顧住打機，原嚟拉黑博唔幫手湊成，願買錯股票被綁死，怨個天唔公平，點解跌片係佢咁苦命？阿明就喺阿衰隔黐，見佢陰公最初好心安慰佢，甚至有時借住食lunch嘅時間開解佢，教佢點樣同屋企人溝通，點樣指示思想。阿明以為自己做緊好事，喺度幫緊人，結果點？阿明漸漸發現，每次聽完阿衰訴苦，自己個頭就隱隱作痛，下晝做嘢完全集中唔到精神，甚至連沖幾杯特濃咖啡都驅散到個從入骨嘅疲勞。喺玄學上，第一重嘆氣精係冇意識咁散播衰氣，但第二重賣慘王就更加準戒。佢哋係又有意識嘅氣場吸氣鬼，佢哋嘅口頭禪往往係我都唔想搞成咁，但我真係冇辦法啊！點解全世界都對我咁唔公平？你咁諗，你一定幫到我啦！呢種人最擅長利用人嘅惻隱之心，喺八字命理入面，我哋叫呢種做寄生入微。佢哋好似一塊巨大嘅海綿，無論係俾幾多錢、幾多建議、幾多時間，佢哋都唔會去改變現狀，只會不斷索求，因為佢哋潛意識入面根本唔想好貨，佢哋只係想透過賣慘賣勒送你嘅氣場，去維持佢哋病態嘅心理平衡。最恐怖嘅轉折點喺半年後出現。阿明間寫字樓個窗本身正正對着觀塘繞道一條天橋，風水上本身已經犯咗輕微嘅鐮刀煞。阿明原本氣上強，頂得住，但自從同阿衰走得近，阿明嘅運勢急轉直下，防線徹底崩潰，先係手頭上2張跟緊嘅大單，龍門一腳竟然被4對頭公司搶走。老細原本暗示今年升，佢做閃優買你做嘅時日都無疾而終。接住落來，屋企無端端爆水痕，
搞到樓下索水，要使一大筆錢和解兼裝修。最慘係有一日，阿明只係行過觀塘港鐵站條樓梯，明明冇人推佢，佢居然叉咗腳拗柴，入咗醫院停工足足1個月。阿明坐住輪椅，撐住支拐杖上嚟揾我堪輿，塊面黑過鑊底，印堂發膿，眉宇間積聚住一層揮之不去嘅清氣。我同佢起咗個榴蓮盤，發覺佢明明行更旺，冇理由擺得咁慘。再詳細問清楚，佢近期身邊接觸得最多嘅係咩人？我聽完阿衰嘅事之後，忍唔住嘆咗口氣，同阿明講：原來問題出喺呢度，你俾個同事當做情緒垃圾桶，佢將身上積聚嘅衰氣、為你貧窮氣全部倒晒落你度，順手抽走咗你身上用來擋災招財嘅陽氣。佢嘆完起身完場，從一口氣覺得自己舒服咗。點解？因為佢啲毒素過咗俾你，而你就要用自己嘅好運、你嘅財氣，甚至你嘅健康去幫佢彌達。就好似你間屋入面原本打掃得乾乾淨淨，空氣流通，陽光充足，突然間有個鄰居日日將佢屋企發臭嘅垃圾、賠咗嘅食物全部丟過嚟你個客梯，仲要你幫手執、幫手清理，你間屋嘅氣場點會唔變臭？就好似你公司個冷氣機濾網長期吸入污濁空氣，最後吹出嚟嘅只會係滿布霉菌日毒氣。你日日坐喺個吹風口下面，啲人可能唔俾用風水玄學邏輯去解釋，呢個運作機制非常殘酷。總結成一行字就係長期接收低頻負面情緒，導致陰性胃氣污染個人氣場，陽氣受損導致運勢敗退。人嘅氣場係有頻率同磁場嘅，嘆氣、抱怨、埋產、自憐，呢啲全部都係極低頻率嘅陰性能量，帶有強烈嘅下降同破壞力。當你出於同情去關注佢哋、回應佢哋，甚至為你哋嘅遭遇感到難過嗰陣，你嘅氣場就會被逼同佢哋產生共振，形成一個能量通道。風水學講求陰陽平衡，古人話財為養命之源，錢財事業好運貴人，全部都係屬於高頻嘅向上嘅陽氣。當你被呢啲低頻嘅陰性流量糾纏，你嘅陽氣自然會被抵消吞噬，你嘅防線一潰敗，外在環境嘅煞氣就會乘虛而入。命運嘅呈現就係你會代替嗰個借運人承受到每日煩惱。你越善良，佢吸得你越深，唔係你命唔好，係你對惡人太仁慈。風水改變唔到命，但你永遠叫唔醒一個靠黑幹你善良落心智嘅氣場小偷。遠知嗰啲日日同你訴苦嘅人，唔係冷血，係自保。聽完阿明嘅遭遇，你係咪覺得呢兩類人已經好得人驚，搞到你身敗名裂？但係呢度有一個咁隱秘嘅真相，第一同第二重人雖然黑人憎，但最少你睇得出佢哋成身負能量，你起碼仲識得避開佢哋。但如果我話你知，真正嘅奪命煞根本唔係出喺呢度。接落來我要揭開嘅第三同第四重嘅運人，往往係你最信任、你最親近，甚至係你一直以為係貴人嘅人。佢哋正披住善良嘅外皮，一刀都咁割斷你嘅命脈。你有冇試過身邊總有一啲長輩、前輩或者好拍檔，打住我為你好嘅旗號，不斷干涉你嘅決定。每次你遇到低潮，佢哋好似好關心咁現身，甚至俾少少甜頭你。但結果你越聽佢哋講，你嘅事業就越停滯不前，最後甚至連搵份工、搬次屋都要問過佢哋先肯決定。好多人話呢家係你生命中嘅貴人，要感恩圖報，但真相係佢哋正係用緊一把最鋒利嘅鐮刀，一刀都咁割斷你向上爬嘅命脈。道德綁架同埋假仁假義，係我見識過玄學上最陰毒嘅自棄手段，鎖死你嘅享受氣場。好多人以為貴人就係嗰啲喺你身邊教你做嘢，呢個機會你嘅人，所以係衝傳相報，甚至凡事順從，咁樣先會有福報。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嘅。原來我哋一直信錯咗，以為盲目報恩就係積陰德。真正嘅貴人係順應你本身嘅氣場，助你破局之後只言散去，唔會對攻。而嗰啲長期以恩人自居，對你單向輸出所謂指導，要你無限期每季一日，根本唔係貴人，而係要將你變成佢哋氣場一部分嘅吸血鬼。時光倒流翻去80年代嘅香港，當年經濟起飛，旺角太子賺一大可為居水馬龍，商鋪全土寸金。嗰陣時我師傅接咗一單好棘手嘅堪輿生意，苦主係太子一間茶餐廳嘅老闆，我哋叫佢做阿強。阿強早年偷渡落嚟香港，一窮二白，全靠佢個遠房表叔，亦即係間餐廳嘅大股東，兼合好人關照，借咗筆本金俾佢開鋪。
表叔表面上好豪爽，逢人就話阿強係自己親手提拔嘅後生仔，成日打住話你好教你做生意嘅名義，係抱頭指手畫腳，將阿強點到妥妥嚟。阿強真係將表叔當成再生父母，唯命是從，每日做足16個鐘。但奇怪嘅事發生咗，間茶餐廳明明位於黃江呢段道交界，正正係風水上嘅水聚田，心旺財寶，人流極旺，理應財源廣進。但阿強嘅身家一直得個吉，反而頻頻破財。一係衛生局無端端來查牌發展，一係得力伙計突然辭職，連自己老婆都因為佢日夜牢騷而鬧辭婚。最得人驚嘅係，阿強正要一提議想自己拆夥單幹，或者稍微改下餐廳嘅規矩，表叔就會升嚟開下金話：如果唔係我當年睇起你，借錢俾你，你會有今日。做人唔好忘本啊！你估出面啲水咁易桶咩？我係為你着想先睇住你。阿強內心充滿愧疚，一次又一次放棄咗獨立嘅念頭，運勢亦都一日差過一日。我師傅一踩入間鋪，行去收銀台攞起個羅間一睇指針狂跳，即刻明白發生咩事。連環問題出喺呢度，表叔以大股東身份，當年裝修嗰陣強行將收銀台嘅朝向改對住表叔自己長期坐鎮嘅閣樓辦公室。喺風水局上，呢個叫喧賓奪主、截水斷流表叔，就係第3同第4重最可怕嘅借運人，道德綁架姐同打勝貴人。佢用當初嘅一少少恩惠作為玄學上嘅法器，死死咁鎖住阿強個氣場。表叔根本唔想阿強發達，亦唔想阿強獨立，佢只係想養住一個聽話嘅扯線木偶。佢用道德高地壓住阿強，吸走阿強嘅勞動力同青春，源源不絕咁供養自己嘅財富。阿強冒出大病，根本亦都被表叔用剪戒全面侵吞。呢個就係假貴人真吸血嘅殘酷局。呢種人就好似你公司樓下嗰棵大榕樹上面纏住嘅寄生藤。一開始藤蔓好似好溫柔咁撫住樹幹，幫你擋風遮雨，你以為佢係好幫手，但日子耐咗，佢嘅根係深深插落你嘅血脈，吸乾你所有養分。你越生得高，佢纏得越緊，直到大榕樹枯萎倒塌，佢就拍拍屁股去尋找係一顆獵物。好似你身邊嗰啲打住親戚、老前輩旗號嘅人，佢哋俾你嘅所謂滋潤，其實係包住毒藥嘅糖衣，食落肚就係一世嘅賣身契。用風水玄學邏輯去拆解呢個殘局，只係得一條好簡單嘅公式：假性是人和道德合屬，導致氣場捆綁與依賴產生，最終命脈截斷。喧賓奪主氣場，最怕嘅唔係衝殺，而係制從圍困。當你出於愧疚感、感恩圖報嘅心理，盲目服從呢啲假貴人嘅指揮，喪失自我判斷力嗰陣，你自身嘅八字命局就會完全失去自主權。你嘅財運軌跡會被強行並入對方嘅命盤之下，成為佢嘅附屬品。從此之後，你賺到嘅每一分遊戲都會自動向上輸送俾佢作嫁衣裳，而你遇到嘅災劫同衰氣就只能自己硬食。你亦係覺得欠咗佢，你嘅運勢就要係被鎖死。唔係你唔識感人，係你唔知對方想要嘅係你條命。風水救唔到一廂情願嘅報恩，斬斷假貴人嘅枷鎖，先係真正嘅自救。而家請你喺露營區留低4個字，鎖死命脈。呢唔單止係一個願望，更加係一份向田地發出嘅氣場宣言。當你打低呢4個字，你就係喺宣告自己嘅氣場自決，同所有企圖用道德綁架你嘅這運人劃清界線，將自己嘅命脈牢牢鎖喺自己手中，絕不外露。聽完阿強嘅慘痛教訓，你以為只要狠下心，以後唔好亂接受人哋嘅恩惠，離開呢啲假貴人就得錯咯。但如果我話你知，真正嘅破財根源根本唔係出喺呢度。就算你狠心趕走一個借運人，只要風水底層邏輯唔改，我敢保證，好快又會有第2、第3個吸血鬼後門。點解偏偏係你變成佢哋眼中嘅提款機？你有冇試過每次狠下心同嗰啲損友或者吸血親戚絕交，以為自己終於可以重新出發，點知轉個頭，公司又嚟咗個專門寫報嘅新同事，又或者無端端惹上個懶童花，繼續借你嘅運，破你嘅財。你玩咗幾多份工，搬咗幾次屋，甚至去廟度打咗幾多次小人，嗰啲借運人就好似父骨之追咁，總係有辦法喺你生命中出現。好多客坐喺我面前，喊幫眼紅紅咁問師傅，係咪我八字嘅小人？點解個攤要咁懲罰我？
唔係你命太薄，係我睇穿你嘅生活空間同心理防線，根本冇接好介水側子嘅風水局。好多人以為廣州一個衰人揾一份新工或者賣點水晶擺設，運勢就會自然好轉，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原來我哋一直信錯咗，以為問題出喺別人身上，甚至以為係誕生嘅流年風水唔好。真相係只要你本身嘅局冇變，你散發出嚟嘅氣場就會不斷吸引同類嘅遮運人埋身，因為你嘅能量場正正係佢哋最飢渴嘅獵物。風水古籍清朗經有云：利寓於氣，地由於人安。兩句古文嘅意思係天地間無疑有運氣同規律，其實係依附喺有形嘅具體環境同地界之中嘅。呢個就係話，如果你自己嘅物理空間同心理空間都係門戶大開，好冇之火，呢個氣場自然就會散漫無熱，最終引狼入室，任人魚肉。我記得前2年去天水圍一區嘅公共屋邨幫一個旅客看魚。天水圍有唔少屋邨，當年規劃嘅時候樓宇密度極高，走廊深長斜，中年唔見陽光，喺風水學上本身已經種人形，前一重最陰最熱嘅格局。嗰位旅客人叫壓力，30出頭，做文員，人工唔高，但偏偏一生躺數。佢唔係買名牌徽服，而係不停咁借錢俾身邊嘅朋友同前男友，甚至連以前啲舊同學結婚擺席，佢明知對方當佢係水鬼，都夾硬碌睇做人情。我行入佢屋企，一打開鐵閘同木門，一陣陰風直吹埋嚟。佢個單位係典型嘅長條形開積，大門正正對着客廳個大窗，中間完全冇玄關、路屏風，甚至連高身少少嘅儲物櫃都冇。企喺門口，可以一眼睇穿晒佢3間屋嘅底牌，而佢睡房張床都網金一清二楚。我指住個大窗同阿玲講：呢個喺風水上叫穿堂煞，俗稱一箭穿心。大門係入氣之口，窗戶係出氣之口。你間屋連少少阻擋都冇，風一入嚟就直衝咗去，根本聚唔到氣，好運入嚟扭唔住，衰氣煞後入嚟就直搗黃龍。你個財富就好似你間屋咁穿晒大窟窿。阿玲忽然大悟話：難怪自從搬入嚟之後，唔單止錢存唔到，仲3日被朋友呃錢，自己想拒絕，但次次開口都口啞啞，最後仲要硬食。我坐喺佢張梳化度，好嚴肅咁同佢講：你嘅人生就好似你間屋嘅格局咁，間屋冇玄關，人哋一開門就睇穿你。你做人亦都係一樣，太容易靠人交心，太容易應承人哋嘅無理要求。呢個氣場毫無遮掩，連最基本嘅邊界感都冇。啲借運人一嗅到呢種無門檻以話為嘅味道，自然就會蜂擁而至，籠樓喺你身上提款。就好似你屋企大門鏈鎖都唔裝，只係掛塊單薄嘅布簾，啲賊係我見到，唔偷你偷邊個？你就算報警拉咗今日個賊，聽日一樣會有第2個、第3個賊行入嚟，因為你根本冇門鎖，你甚至連道門都懶得閂。用風水玄學邏輯去解釋，呢個運作機制非常清晰，一行字就可以概括：空間與心理邊界缺失，導致氣場呈開放散弱狀態，長期吸引掠奪性質運人。氣場係一種好誠實嘅磁場，佢會呼應你內心嘅真實設定。當你潛意識習慣咗退讓、妥協、迎合別人，另外在嘅氣場就會呈現一重粒控同虛入嘅狀態。真正嘅好運同財氣係需要一個穩固、獨立有邊界嘅形去承載嘅。而嗰啲倒桌借運嘅人，佢哋身上帶有強力嘅掠奪同寄生意齊，佢哋好似裝咗雷底嘅吸血蚊咁，專門尋找呢啲凹陷嘅缺口去依附。只要你嘅邊界感一日唔見啦，你一日唔學識講唔好，你嘅風水局就永遠係一個無底深潭嘅漏財局。唔係你命犯小人，係你嘅懦弱同冇底線，將自己變成咗小人眼中最肥美嘅風水寶地。當你明白中我講嘅呢個空間法則，你就掌握咗一半嘅命運。只要重新建立邊界，普通嘅損友、嘆氣精同打貴人，其實好容易就可以擋喺門外。但如果我話你知，最致命嘅第5同第6重人，佢哋根本唔使敲門，因為佢哋本身就一直住喺你嘅屋入面。呢2種借運人，往往連我都覺得棘手，因為佢哋直接勒住你條命脈，而你甚至連推開佢哋嘅勇氣都冇。究竟佢又係何方神聖？你有冇試過？明明喺出面做嘢風生水起，應付客人、拆解老細嘅刁難都綽綽有餘，但一返到屋企，面對某幾個親戚或者那個糾纏不清嘅舊情人，你嘅氣場就瞬間死火。你明知佢哋喺度拖後腿、借錢唔還，甚至用親情綁架你，
但你次次都係心太軟，邊鬧邊幫佢哋執手尾，最後搞到自己精神極度內耗，荷包大出血，好多人話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呢啲係還前世嘅債。消耗你最深嘅往往係帶有血緣嘅親情勒索同拖泥帶水嘅爛桃花，佢哋正喺度直接破壞你嘅名利根基。好多人以為血濃於水，親情係天上跌落嚟嘅緣分，而舊情係斬唔斷嘅宿命。只要忍讓，退一步海闊天空，家和萬事興。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㗎。原來我哋一直信錯咗，以為無限嘅包容就可以咁快一切。真相係喺氣場博弈入面，帶有血緣或者深厚感情基本嘅借運人係殺傷力最大嘅，因為佢哋唔使敲門，直接攞住你命盤嘅後備鎖匙，隨時入嚟大肆破壞。風水古籍三命堂會有云：人壽太過，反為無始滅子。呢句古文講緊八字入面，如果庇護嘅力量太多，或者係親情上毫無底線咁付出，反而會扼殺一個人嘅生機同運勢。呢個就係話，原來冇底線嘅親情同舊情，唔係福氣，而係玄學上最鋒利嘅教育技，截斷你所有向外發展嘅氧氣。我記得前幾年，我將一個好典型嘅個案記錄咗喺我嘅私人堪輿手嘅風水 TX 入面。客人陳太係個女強人，自己係西營盤開鋪做海味批發生意，賺到第一桶金之後，就返元朗買咗一棟3層高嘅村屋連花園。本來係光宗耀祖嘅開心事，但搬入去半年唔夠，陳太嘅生意竟然無地蹲就轉不嚟，甚至夜上居肥，健康仲出咗大問題，散日頭暈眼花。我一去到佢棟村屋堪輿，一抬開大閘，就見到地下嗰層客廳坐住佢個細佬。呢個細佬游手好閒，10幾年都冇做過一份長工，平日倒持書作，就喊住求家姐幫手。陳太暗媽臨終前要陳太發毒誓，你得一粒細佬，一定要照顧佢一世。因為呢句遺言，陳太將村屋地下全贈俾細佬住。結果細佬日日帶班酒肉朋友出嚟打牌飲酒，搞到間屋烏煙瘴氣。最黐譜嘅係，從風水格局上睇，佢細佬為咗貪方便，都然自己將村屋大門玄關本身容內聚起嘅屏風拆走咗，仲將自己堆滿波鞋、地拖同埋雜物嘅巨型臭鞋櫃，正正對住大門個明堂位。我一睇個羅格，指住個門口同陳太講：呢個家宅氣場已經俾你細佬完全騎劫，明堂主財，大門係立起之後，而家你個入氣口被污穢之氣塞死，早晨日行公安口都掉頭走啦。陳太細佬就係第5重最難搞，元勒索型嘅換日，佢利用阿媽嘅遺言同血濃於水嘅道德到底，肆無忌憚咁榨乾陳太嘅財氣。陳太以為自己係盡孝，其實係用自己辛苦積累嘅陽氣去供養一個永遠提本嘅吃動，而伴隨住衰運嚟嘅，仲有第6重即係運人過氣桃花。陳太因為頂唔順屋企細佬嘅壓力，加上生意不順，太后係同個10年前已經分咗手，而家事業每過每錯嘅前男友訴苦。呢個前男友成好依日打住關心你，得我最懂你嘅旗號，實質係向陳太借錢，為要搞所謂嘅大生意。喺玄學上，過氣桃花屬陰水，最容易喺人運勢低迷、防線薄弱嘅時候化成劫財煞。內外夾擊之下，陳太嘅氣場完全崩塌，印堂發暗，原本大富大貴嘅命盤搖搖欲墜，就好似你間屋嘅主力牆，平時你點樣重新油漆，點樣改動飛成中象都冇問題，但如果有人日日喺你幅主力牆度鑽孔滲水，你就算間屋布置得再靚，買啲都名貴家私，最後都會審東落圍。呢啲有血緣同舊情基本嘅借運人，就係着緊你生命中最核心嘅嗰幅主力牆。用風水玄學邏輯去解釋呢種基本嘅破壞力，可以精準總結為深層情感連結，導致氣場防禦機制徹底失效，令你根基被直接吸食。你上仔有戒想則之嘅防線，知道要 say no，但對住呢把打住親情同愛情旗號嘅人，你潛意識係完全不設防嘅，佢哋可以輕易繞過你外在嘅防備，直抵你嘅氣場核心，直接抽取你用來保命同生財嘅最純淨陽氣。你每一次嘅妥協，每一次嘅轉賬，每一次深夜嘅訴苦，都係喺度主動割肉為益。唔係你話唔知啲情債，係亦唔敢承認。有啲人出現喺你生命中，純粹係為咗吸過你。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唔使答我，答自己就好計。你身邊係咪都有一個，你明知佢消耗緊米，但係基於親情或者舊情，一直唔敢絕交嘅人？如果你都有過呢種經歷，
甚至因為咁樣而陷入過破財。同大谷喺留言區話我知，我會睇每一個留言，我想睇下我哋香港人究竟背負住幾多呢啲無謂嘅氣象枷鎖。講出嚟就係你打破枷鎖嘅第一步。睇清呢啲血緣同桃花嘅勒索唔係終點，知道點樣不露痕跡咁斬斷呢啲吸血連結，先係真正嘅風水大智慧。但係呢度有一個咁隱秘嘅真相，連好多從業幾十年嘅行家都經常睇漏眼。如果你以為避開親戚同前度就一天都光晒，咁你就大錯特錯。最恐怖嘅第七同第八重即係運人，根本唔需要對你進行道德勒索。因為佢哋正潛伏喺你潛意識嘅深處，甚至令你覺得被佢哋吸血，第一重理所當然嘅責任。你有冇試過同某個人一齊嗰陣，你完全唔覺得佢喺度索取你啲咩，反而你潛意識入面覺得照顧佢，幫佢執手尾，你哋天經地義嘅責任。甚至當你深深佢皮，試圖同佢拉開少少佢黐嗰陣，你個心入面會衝起一重極度強烈嘅罪惡咁同內疚感，覺得如果我唔理佢，佢就死咁。好多人話呢種不痴不棄嘅付出，你真愛係偉大的犧牲奉獻，連你自己都俾自己感動到喊。最恐怖嘅即係運人，其實係同你建立咗長期依賴關係嘅人，佢哋甚至令你覺得被吸血係一重責任。好多人以為伴侶或者密友之間互相扶持、互相依賴係愛嘅表現，甚至覺得對方冇咗自己唔得，係自身價值嘅體現。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搞。原來我哋一直信錯咗，以為包容對方嘅軟弱同侮辱係一種修行，真相嚟係玄學氣場嘅為道理。呢種極度不對等嘅依賴觀係叫共生騰勢。第七重召喚人係精神打壓狂，第八重係長期無助嘅巨嬰。當呢兩種特質混合喺一個人身上，佢就會變成你潛意識入面最深嘅黑洞。風水古籍審視玄學後有云：克星加勒，克納為主，主氣受制則生頹氣。呢句古文係講外露的飛仙氣場，如果太霸道，就會喧賓奪主，翻過嚟壓死原本主位嘅氣場，搞到主局不斷衰退，毫無還擊之力。呢個就係話，原來有啲人行入你生命中，根本唔係來同你作伴，而係來替揾你嘅靈魂，透過精神操控，將你原本嘅主權剝奪，令你心甘情願咁養出自己嘅命局。啲年前，我接咗一單令我印象極深嘅半山豪宅陷阱案。雷克李係中環投行嘅高層，年薪過百萬，外表光鮮亮麗，八字屬金，本應係典型嘅女強人破局之命。但佢揾我嗰陣，面容枯槁，眼神入面連一絲光彩都冇。佢話呢幾年財運其實大不投資連環失利，甚至連做嘢都省日出錯，覺得自己好似中咗降頭咁，日日都想辭職避世。我上到佢個半山單位，一入門，羅間嘅指針嘅沉滯不前。間屋裝得好有藝術感，但最處透住一重壓抑嘅陰寒。阿玲共佢拍拖6年嘅男朋友阿輝一齊住。阿輝係個自稱為才不遇嘅自由藝術人，6年嚟幾乎冇穩定收入，全靠阿玲養住。但阿輝對阿玲態度極度高傲，成日冷嘲熱諷，話阿玲做金融係滿身銅臭，思想庸俗，甚至限制阿玲同佢啲高薪朋友聚會，話嗰班人會污染佢哋嘅清高。我巡視咗成間屋嘅風水佈局，真係睇到心寒。喺風水八卦入面，西南方代表坤卦，即係女主人位；西北方代表乾卦，即係男主人位。你明明係買樓供樓嗰個，但間屋嘅西南圖竟然堆滿晒阿輝調配咗廢棄咗嘅黑沉沉石膏雕像同爛鐵藝術館，形成咗極強嘅群圍重壓煞。相反，西北角就特登升高咗地台，打滿阿輝嘅講座同靈修法器。我指住西南角堆垃圾同阿玲講：你間屋嘅風水完全係你潛意識嘅投射，你俾個男人踩住你個本命位，用佢嗰啲所謂嘅清高同不得志死死壓住你嘅財氣同心機。佢一邊使你嘅錢，一邊掩你污糟，佢用打壓你嘅自信來掩飾佢自己嘅無能。你以為你係拯救緊一個落難天才，其實你係用緊你嘅陽壽同財運去填補佢自卑嘅冇底洞。你聽完當早喊到崩潰。呢個就係第七同第八重借運人嘅可怕之處，佢哋精通精神操控，佢哋令你覺得自己好重要，但同時又令你覺得自己好差勁。佢哋將自己嘅失敗包裝成一重受害者嘅姿態，激發你嘅聖母心。到你接受咗佢呢套邏輯，
你嘅氣場就會完全對佢解除冇作。因而佢日以繼日咁收取你嘅能量，就好似你身體入面生咗條高智能嘅心臟。佢唔單止吸你血，佢仲會分泌出一啲化學物質去篡改你大腦嘅神經指令，佢令你以為佢係你身體不可分割嘅一部分，甚至指令你食多啲高熱量食物去養肥佢。當你想食藥驅蟲嗰陣，你個大腦反而會發出劇烈嘅痛楚信號，阻止你傷害佢。呢啲潛伏喺你潛意識嘅借運人，就係你命運系統入面嘅最高級病毒。用風水玄學邏輯去透視，呢種吞噬可以歸結為最致命嘅程式，長期精神打壓與依賴植入，導致主氣退讓與核心理場被篡改，最終共生式宿主吞噬。當一個人長期處於被否定、被需要、被情緒勒索嘅環境之中，佢八字命本入面嘅自我就會變得極度虛弱。風水學上，當主氣一旦退弱，回來嘅衰氣就會反客為主。呢個時候你賺嘅錢表面上入咗你袋，但玄學氣場上其實已經轉盤歸屬咗佢。發生喺日令身上嘅破財同黑仔根本唔係偶然，而係佢個氣場被壓灰嘅霉運徹底同化咗嘅自然結果。你一日唔打破呢種共生幻覺，你揾幾多間屋，擺幾多風水陣都係白費心機。最完美嘅吸血唔係強行落奪，而係令你心甘情願咁大上頸好，唔怪你走唔甩，係你連求救嘅念頭都被對方抹殺咗。睇清呢啲隱秘黑洞嘅真相，你係咪覺得由背脊兩刀上後腦，無論是公司嘅嘆氣精、親徵勒索嘅長輩，定係潛伏喺枕邊嘅共生吸血鬼，佢哋正冇孔不入咁蠶食緊你嘅人生。要對抗呢種深層氣場，吞噬普通嘅買舊水晶擺個銅錢已經完全冇用，但係萬物相生克，地形風水可以被破壞，自然可以被重塑。會有一套行內極少外傳嘅獨門氣場重塑法，唔需要你同對方潑婦罵街，甚至唔需要你即刻撕破臉皮。接落嚟我毫無保留咁教俾你。好多客聽到呢度，甚至睇清楚身邊嗰個共生吸血鬼嘅真面目之後，都會驚到一身冷汗，急不及待咁問我：師傅，咁我而家係咪要即刻同佢散面？係咪要即刻辭職，即刻搬屋斬斷一切？我通常都會住佢哋張命盤，好平靜咁同佢哋講，真正嘅風水大局，從來都唔係靠硬碰硬，而係靠四兩撥千斤，斬斷這運人嘅吸血途徑。唔一定要即刻慳面，亦都唔需要搞到玉石俱焚。因為如果你內心嘅底氣未足，頭痕斷裂反而會引為極強嘅殺氣翻彈。你只需要照我當日教你嘅方法，喺你嘅生活空間做3個微妙嘅氣場切割，就可以不動聲色咁將你嘅命脈奪回手中。第一招係專門對付職場、嘆氣精同假貴人嘅辦公桌擋煞法。辦公桌係你每日賺取陽氣積累財富嘅第一陣地。好多人中意將個圍搞到好開放，台面乾乾淨淨，方便同人傾偈。其實喺風水上呢個係引殺入局，毫無防備。我教你，聽日返到公司即刻喺你張台嘅左手邊，即係青龍位，擺放一盆有刺或者葉片尖長嘅植物，例如細盤嘅仙人掌或者虎尾蘭。喺玄學上，青龍主貴人同生氣，尖銳嘅植物帶有一重隱秘嘅破軍氣場。當嗰啲充滿負能量嘅同事又行埋嚟想吐苦水，或者想用道德綁架你接爛彈子嗰陣，呢股尖柔嘅氣場會令佢哋潛意識覺得唔舒服，覺得刺眼。佢哋自然會講兩句就覺得無癮走開，冇法長期逗留給你嘅氣。呢個就係風水上嘅刑煞化氣。用最簡單嘅擺設局，你建立第一道堅固嘅人際邊界。第二招係對付親情勒索，通過系統化嚟玄關節流法。屋企係你最後嘅財富，亦係你每日休養生息保護陽氣嘅地方，絕對唔容許即係運人將外邊嘅衰嘢帶入嚟。如果你屋企好似我之前講過客人咁，一開大門就睇穿個體，或者對正張梳化，你一定要去買個高過你半個身嘅儲物櫃或者屏風擋一擋。最關鍵嘅操作係每次嗰啲吸血親戚上嚟發牢騷，我借個前度走上嚟攤大手板要錢，你都要刻意安排佢哋坐喺背靠食早面向大門口嘅位置。地風水局入面呢個叫送客位，坐喺呢個位嘅人氣上會處於一種不安穩，隨時被潛意識催促要黐開嘅狀態。佢哋講嘢嘅底氣同氣焰會自然減弱，而你作為主家氣勢就會穩穩壓過佢哋。記住，唔好再俾佢哋大模大樣咁坐喺你間屋嘅中宮或者財位。主客之分一定要由空間嘅氣場去訂奪。
第三招亦都係最核心嘅一招，我叫佢做心流重置法。風水古籍講過心隨氣動，氣隨心轉，你嘅心念先係決定最終生父嘅最強大邏家。要對付嗰啲潛伏喺你潛意識嘅共生吸血鬼，你唔使同佢嘈，亦唔使急住同佢證明自己，你只需要喺每次佢試圖打壓你、勒索嚟令你產生內疚感嘅時候，喺心入面默念3個字就過啦。呢3個字喺玄學上係一重極強嘅斷症咒，你唔係去反駁佢，亦唔係去認同佢，你只係當佢係一條阻住你行路嘅電燈柱，一陣吹過嘅陰風。當你唔再對佢嘅言語產生憤怒、愧疚、同情呢啲強烈嘅情緒波動，佢嘅吸盤度就再插唔入嚟嘅氣場，你嘅能量場就會由千瘡百孔慢慢自動閉合，重新聚水成池。如果你睇到呢度，而家心入面有一啲觸動，係留言區留低一個數字1，每一個1都係你決定今日開始改變自己氣場嘅一個見證。呢個符號係你同我，亦係你同天地訂立嘅一份契約，宣告你從此奪回命運嘅主導權，去絕再做任何人嘅提款機，留低佢，然後抬頭挺胸咁行出呢個吸血深淵。睇清咗問題從來都唔係終點，知道點樣化解、點樣自救，只係真正掌握命運嘅大智慧。夜深為講嘅海水衣，現喺舊唐樓嘅窗外平穩流淌，唔理出面嘅世界幾多算計、幾多紛擾，只要你守得住自己個心，風浪再大都吹唔散你嘅底氣。你嘅氣場由你作主，好運自然搶伴你身。